来继续来看，这是民进党伫高雄左南区的立委刘世芳，听出着震撼弹，讲因为个人健康的因素，要来放弃连任。这个左南区一向是国民党的大票仓，即摆刘世芳放弃连任，刷落来要派什么人来接棒，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大挑战。 是说，食碗来看碗外。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无将碗来看碗外，即摆是规气歪胖哈。伊宣布歪进出连任，发出声明佫讲，因为身体走绝去，放弃立法委员的提名。对支持连任的左营南区乡亲，感觉真多些嘛真歹势。也毋过刘世芳为2016年替民进党抢下侵拿左营南区区，佫争霸2届，这个代就要退出，说落来会换上上场。会全力的在与党中央来做协调，挑出一个对我们左南发展最好的一个候选人。那像是民进党上强人选，有人就私底下讲，可能甲左营南区较有关系，像前任或者是现任政务官，包括高雄前文化局长，嘛是甲韩国瑜、友乐台台长稳入，现任高雄市毒防局长林明阳、观光局长高敏琴，还有现任市议员，嘛是监察院长陈桥的主地兵李表基，拢是红点名人选。尊重党中央现在赖清德主席，那他对于这个选区的看法。林明阳和高敏林讲，即马专心伫咧公部门服务，稳入是无回应。那刘世芳的退出，对国民党来讲是个失出抢党的好时机。前立委张显尧就讲，已经准备好啊。我也欢迎民进党征召真正的强棒。 下来参选，选举战场千变万化，民进党大将退场，2024年的立委选举，左营南区区的战场又要拍开一场新局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